歡迎翻嚟 Mark 住上樓市觀察頻道，我係你嘅觀察員阿 Mark。今期咧，我哋又嚟到航空新城呢邊咧，為大家帶嚟一個疊稅嘅產品。如今我哋嚟到呢個項目咧，係正在施工嘅狀態，亦即係話你睇到呢條視頻嘅時候咧，已經知道呢個項目嘅定價情況啦。航空新城具備疊稅產品嘅就真係唔多嘅，我哋數一數啦。除咗圓柱台同埋湖城大景，另外仲有彭帥嘅海月灣呢三個產品作為參考嘅話，今年呢個新款嘅疊稅產品面試嘅情況下，佢嘅定價邏輯會係一個咩水準呢？咁我哋而家所知道嘅湖城大景佢嘅產品咧，二手房啊，而家嘅均價咧係基本上去到13000咁樣。另外海月灣佢嘅價錢咧就更加貴啲啦，要去到差唔多2萬蚊咁嘅一個水準。所以高於湖城大景而低於海月灣，因為海月灣佢有前排嘅濕地公園啊，佢嘅配置都唔同。而湖城大景咧以商業配套為主嘅，而呢個項目咧個位置咧就偏向於航空新城生活區嘅東邊，靠海但係又唔近海，佢更加靠近嘅係學校呢邊。冇錯，呢個項目咧佢其實都係有雙校網嘅。咁我哋話不多講，我哋直接為大家帶嚟下疊呢個產品。成棟樓咧有6層嘅，亦即係話下疊、中疊、上疊咧分別都有2層嘅。佢嘅區別就在於，我哋先講下疊啦，有南向嘅大花園之餘咧，仲有下邊負1層嘅呢個贈送空間。咁我哋講翻中疊嘅產品咧，佢嘅面積咧從下疊咧係相差無幾嘅。而中疊嘅產品咧個區別就在於，佢亦都有呢個大花園，只不過係喺北面，亦即係話佢有私家電梯可以直接落到去。而另外佢仲有負2層嘅贈送空間，所以咧佢嘅定價邏輯肯定係下疊要貴於中疊，而中疊咧同上疊嘅價錢咧係相差唔大嘅。咁我哋講翻呢個上疊嘅產品咧，實用面積咧相對於中疊同下疊咧會稍為會少啲，區別就在於佢嘅頂樓咧有一個大露台可以俾到自己用嘅。咁呢條視頻咧，我哋先介紹下疊嘅實用空間啦。跟住我鏡頭嚟 ，OK， 我哋從花園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呢個項目嘅客廳位置啦。我哋睇到呢個項目嘅跳高係有6.5米嘅，而呢個客廳嘅位置唔係入戶門口啊。咁我哋而家行入去入戶門口嗰度，開始為大家介紹啦。正常嚟講咧，我哋翻到呢個屋苑咧，喺地下停車場上到嚟嘅，而呢個公區嘅電梯咧，可以直接上到去中疊同埋上疊嘅。咁我哋從呢個正常嘅屋苑嘅入戶門啦，呢個公區嚟講起啦。出到嚟呢個屋苑單元門嘅門口之後咧，我哋順便介紹下呢個中疊嘅花園係點樣嘅先。我哋打開呢道門，因為呢個花園咧係向北面開嘅，亦即係話佢有電梯咧可以直接去到嗰個位置，咁樣打開門就可以享用呢個花園啦。OK， 我哋嚟到呢個單元門嘅門口，亦即係你屋企嘅門口。我哋鏡頭跟住入嚟，左手邊呢個位置咧就係電梯井口嘅，供給你裝一個小型嘅電梯，可以上到去2樓，同埋下到去負1層。咁我哋睇到呢邊咧有個衛生間嘅配置啦，而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廚房啦。而另外咧仲有一間房嘅空間，而我哋再上到去上面1層咧，可以做多2個套房咁嘅空間。上到嚟2樓之後咧，我哋睇到右手邊會有一間房啦，而且咧呢間房可以直出呢個陽台嘅。咁我哋繼續行入嚟咧，呢邊咧應該就係主人房嘅套間嘅位置啦。咁呢邊咧亦都可以打通噶嘛，呢啲可以自己話事嘅。咁亦即係頭先我哋入到嚟嘅呢邊有個電梯井，同樣呢邊亦都有一道門可以出到去嘅。呢個成個下疊嘅項目咧，總建面咧係基本上係145平方左右。我哋睇到嘅鏡頭睇到呢啲空間好似好細咁樣，但係佢改造自由度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我哋睇到亦都有呢個咁長嘅咁一個露台可以使用到，係去到7.6米嘅長度，總共咧有15個平方咁大。我哋鏡頭睇到嘅呢啲實牆嘅位置咧，其實都可以拆除，亦即係話2樓嘅呢邊嘅樓板咧可以無限延伸到呢邊，連通呢個露台，實實在在可以獲得2層嘅實用空間，亦即係話145乘以2，再加多1，而1咧就係佢贈送嘅負1層巨大嘅實用空間。我哋接下嚟咧繼續睇落去。OK， 我哋落到嚟呢個車庫嘅空間咧，亦即係話你翻到呢個屋苑嘅最終呈現嘅呢個畫面啦。前後咧有雙進雙出嘅咁樣嘅歸家動線啦，環氧地平漆呢啲係最基本噶啦。樓下地下車庫嘅呢個車位啊，我哋睇得到係非常之富裕嘅，唔需要話驚部車太大，咁你開門嘅時候會撞到其他嘢。成個地下停車場我哋環繞一圈咧，其實唔大嘅，總共有100個車位左右啦。住戶咧總共有60戶嘅，咁樣即係話個車位比咧，其實都
算係寬裕噶嘛。而呢個位置咧就係下碟嘅贈送空間啦。佢個採光係非常之正嘅，前面嘅花園通風井同埋北面嘅花園嘅通風井同樣都可以享受到，就會覺得其實成個空間個跳高亦都足夠，而且採光通風性咧亦都有保證嘅。下碟咧有私家電梯可以直接落到嚟呢個地下呢個空間，可以自己咁樣享用。所以咧，如果我哋喺呢度做 K 房或者係一個獨立嘅私人嘅電影院咧，就唔會影響到上面嘅居住空間啦。我哋睇翻呢個地下停車場呢啲通風管道咧，其實佢都會包咗呢啲隔音棉嘅，亦即係話你翻到嚟地下停車場咧，就唔驚有時候咧強排風嘅情況下，呢啲管道咧會嗡嗡嗡嗡咁樣有呢啲白噪音會影響到。而且我哋睇翻呢個配置咧，亦都有呢啲捲閘門嘅。如果落水嘅降雨量比較大嘅情況下啦，呢啲排水啊，佢哋亦都會兼顧得到。OK， 我哋視頻睇到呢邊咧，我哋大概都知道啦。如果你睇到呢個項目咧，基本上會攞保利天和嗰邊嘅雙拼別墅去攞嚟對比嘅，你就知道呢個項目其實特色係非常之多嘅，而且贈送嘅面積亦都非常之多。如果需要了解呢個項目更加詳細嘅資訊，亦都可以點擊視頻下方 contact 翻我，因為每一套產品咧，其實都有些許嘅差別嘅。網上睇到嘅同你肉眼睇到嘅肯定有區別嘅，所以記得讓我睇樓喎。